上帝應許，只要我哋親近佢，佢就必親近我們。聖經講過一個故事，有位父親渴望同任性嘅兒子重聚，後嚟兒子終於翻咗屋企，父親喜悅無比。呢個感人嘅故事表明，上帝非常渴望我哋嚟親近佢。等我哋嚟親近上帝啦，佢必會親近我哋。晚上好，各位朋友，歡迎參加親近上帝奮興會系列講座嘅最後一講。過去嘅幾日，我哋每晚都聚喺一齊嚟親近上帝，上帝亦喺度親近我哋。我哋喺主面前謙卑自己，佢亦都喺度高舉我哋。各位沃斯堡現場嘅觀眾，感謝你哋每晚嚟到呢度，感謝你哋親臨現場，仲有通過衛星轉播正喺度收睇嘅國內國外嘅場外觀眾。歡迎並感謝你哋參與今次奮興系列講座。就算今晚奮興會就要結束，但係我哋祈求，願呢個只係更偉大嘅奮興嘅開始。願聖靈繼續配降於上帝嘅教會，願佢嘅教會繼續前進，着上耶穌嘅義袍，去完成上帝所賦予我哋嘅使命。願耶穌早日歸來，接我哋同回天鄉。阿門。今晚道格牧師要講嘅題目係十字架上的應許。當然啦，仲係要先以奮興曲預備好我哋嘅心。主啊，奮興我，請起立。約翰同海利為大家領唱。Revive us, Lord, fill us with the Holy Spirit. Revive us, Lord, make us like your Son. Revive us, Lord, speak your word so we can hear it. Revive us, Lord, till we all are one. Shake us and wake us, make our hearts your habitation. Take them, break them, mold them to a new creation. Revive us, Lord, fan the spark of first love burning. Revive us, Lord, hearts and minds renew. Revive us, Lord, satisfy this inner yearning. Revive us, Lord, till we live for you. Shake us and wake us, make our hearts your habitation. Take them, break them, mold them to a new creation. Revive us, Lord, fill us with the Holy Spirit. Revive us, Lord, make us like your Son. Revive us, Lord, speak your word so we can hear it. Revive us, Lord, till we all are one. Make us like your Son, till we all are one. 阿門。請大家繼續站立，我哋會喺講台跪低。今晚獻上代禱嘅係傑恩羅斯牧師。我哋慈愛嘅天父，何其榮幸，我哋可以稱你為父。你接納我哋成為你嘅家人，為我哋着上你的義袍，讓我們成為擁有你至高榮耀的兒女。父啊，今晚當我哋親近你時，請求你再一次親近我們，用你的聖靈潔淨並充滿我們的心，讓耶穌住在裏邊，並通過我哋彰顯。主啊，奮興我們，
請你今晚特別咁祝福道家牧師與佢同在，再次賜俾佢當講嘅話語，願佢講出你的大能，感動觀眾的心。願我們得着你聖靈的鼓舞，都能成為你勇敢的使者，讓全世界都渴慕仰望耶穌。父啊，請塑造我們成為你喜悅的樣式，滿心讚美父的慈愛。奉耶穌的名，我們禱告，阿門。大家請坐。多謝羅斯牧師同約翰、傑米、海尼，再次歡迎大家參加今次親近上帝嘅奮興會講座。今晚係奮興會系列嘅最後一講啦，但係我哋希望大家唔會覺得呢個係奮興嘅結束，而係通過呢次學習喺主入邊擁有新嘅生命、新嘅體驗，並從中握住佢嘅應許。當你親近上帝，佢必會親近你嘅。好高興再次見到各位。好嘅，係有個問題啊。我將呢個翻過去直接問啊，好嘛？你肯定中意呢一種方式啊？係啊，梗係啦。我冇問題。問題係，請簡要咁回答我。道家巴士勒奇妙真相，今次講座結束之後，喺世界歷史幾近落幕嘅時刻，接落嚟你哋有咩計劃？而家係05奮興會。嗱，我了解你唔會退縮，唔會退休，一定準備好噶啦。下一步準備做咩呢？你呢個問題呢，係喺計劃之外嘅。當然，我以前都冇諗過，1分鐘之前先諗起嘅。我哋會致力於幫助每個教友都意識到，上帝亦都俾咗佢哋屬靈嘅恩賜去作傳道人，藉此拓展福音工作。唔知道丹尼你嘅情況，我個第4個孫啱啱出世，我覺得自己已經老噶啦。做傳道工作嘅最好方法呢，就係培養更多嘅傳道人。所以奇妙真相嘅重要使命在於，唔單止好似而家咁樣對外傳福音。我知道呢個亦都係3天使廣播嘅願望。我哋仲要培養福音工作者同傳道人，呢個係切實嘅感動。我哋正喺度建一所新嘅大學，正喺度組織教會專項培訓。每周嘅福音廣播馬上就要開通印度頻道。今年仲會好忙嘅，忙住傳福音。好嘅，我哋拭目以待。上帝正喺度，亦都會繼續通過你哋將真理嘅信息傳向世界，繼續開闢新工，譬如亞洲啦。如果講起呢樣嘢呢，你嘅耳仔一定會動到好高噶啦，將福音傳向世界。多謝道家。呢一個係個浪子嘅問題。如果你係個離家嘅浪子或者係太妹，而家想翻到上帝嘅家，點樣肯定你行嘅係正確嘅上帝指引嘅回家之路呢？特別係以前努力過嘅、走過嘅都係錯路。點樣鼓勵嗰啲真係想努力，但係又唔知道何去何從，唔知道去邊度尋找真理嘅人呢？問得好啊！首先聖經呢就係真理啦。跟住基督嘅道，你就係安全嘅。兩點之間最短嘅係乜嘢？係直線啊嘛。開飛機嗰陣呢，我通常按照 VFR 規則，我會喺水平嘅位置固定一點，然後呢就向住距離目的地嘅直線方向咁樣飛行。有陣時天氣狀況唔好，不得不要靠儀表。呢個就係地圖啦，係我哋嘅儀表盤。按照儀表飛行原則，飛機上邊必須有種裝置 GPS， 就係通過天上嘅衛星幫助你嚟確定方位。如果淨係得一粒衛星，冇辦法判斷準確嘅位置，至少需要3點定位，3粒以上當然越多越好啦。以經文對照經文，符合嘅經文越多呢，就越安全，講明方向啱啦。就好似喺路上面揸車，見到路標前方10號州際公路，但係開咗好耐都冇睇見任何新路標，就會擔心啦。睇到更多嘅路標，你先至更安全。一定要以聖經指引人生。萬一第一次失敗咗，唔緊要，只要繼續努力。係啊，千祈唔好灰心啊！聖經中有幾多故事，偉大嘅先賢只要目光離開基督，亦都係一次次咁跌倒嘅。但係要求上帝憐憫，爬起身，重新仰望耶穌，
放低各樣嘅重擔同埋纏累你嘅罪，直奔天家。跌倒咗爬起身，繼續跑。阿門。好嘅，下一個問題。保羅喺提摩太前書4章4節話，只要感謝着領受，食什麼東西都可以。點解有人話唔潔淨嘅動物仲係唔可以食呢？好，咁我哋嚟讀下提摩太前書4章4節。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着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的。首先保羅講上帝嘅道，聖經明確認可嘅潔淨嘅動物先至聖潔，並唔係話只要一禱告乜嘢都可以成聖嘅，唔單止靠禱告，更要聖經認可先至可以成聖。如果唔係大麻各種毒品都可以成聖啦。當然係大多數人都冇食過大麻嘅，可以食啦。我食過，你食過啊？係啊。好啦，主動認罪係好嘅，雖然對你嘅名聲呢，我食嘅就係我阿媽親手炮炮製嘅。真係嘅。但係聖經呢，明確指出有啲動物係唔潔淨嘅。如果以為禱告咗就都可以食，在座有邊位係父母或者係祖父母啊？如果你嘅細路坐喺餐台前邊，將啲香蕉剝開，浸入去朱古力濃漿，再撈埋啲焦糖，話呢啲係我嘅早餐，你就會話哦，呢啲唔係營養早餐啊。細路話你唔使擔心，爸爸媽媽，我會求上帝祝福佢嘅。呢啲係咪禱告嘅目的啊？乜嘢嘢一禱告就潔淨都可以食啦咩？唔好自欺，上帝唔可以輕慢嘅。人種嘅係乜嘢，收嘅亦都係乜嘢。人總係中意濫用經文。保羅喺度講緊預備俾偶像獻祭嘅食物，只要你唔去獻就唔使擔心，禱告之後就可以食，係指潔淨嘅動物。有一啲最新嘅健康研究 CNN 喺度做緊一個專題，應該係早安美國同國家地理雜誌，講到福林信徒佢哋嘅壽命明顯高於常人，咁就要感謝上帝。佢同我哋講豬肉之類嘅嘢係唔可以食嘅，聖經講得好清楚啦。好啦，有人提出幾條證據，質疑點解一邊講上帝係愛，佢非常關心我哋，但係世界上呢，周圍都有人飢餓，有人背井離鄉，上帝喺邊度呢？仲有好多無辜嘅嬰兒同細路，佢哋喺度經歷緊種種嘅疾病折磨，點可以證明佢愛我哋呢？問得好啊，我聽到過好多次啦。大家聽講上帝係愛，但係就睇到世界上咁多罪惡。既然話上帝係全能嘅，點解佢唔阻止呢一切呢？呢一切嘅苦難、無辜嘅細路、痛苦嘅人們，如果愛我哋，點解允許呢啲事發生呢？大家冇辦法理解善惡之爭。呢個星球呢，其實已經被撒旦綁架咗噶啦。其實上帝嘅悲痛超過世上任何嘅痛苦同不幸，因此佢差咗自己嘅獨生子嚟施拯救，賜俾人類更豐盛嘅生命。如果清楚呢一場戰爭嘅殘酷，就更加容易理解上帝係幾咁愛世人啊，並要拯救我哋脫離困境嘅。好嘅，下一個問題啱好同前邊呢個有關。既然上帝由始至終無所不知，點解當初唔阻止亞當同夏娃食禁果呢？咁跟住落嚟佢就唔使獻獨生子嚟救贖人類啦。我有一個親戚啊，唔提佢哋嘅名啦。佢哋屋企呢有兩個細路，去佢屋企坐，你會發現父母從來都唔教啲細路仔乜嘢嘢有危險、有害或者唔掂得。譬如話小古董呢，四圍都加咗兒童防護，危險嘅嘢都擺到去細路掂唔到嘅地方。細路亦都唔知道咩叫做自我約束。一旦佢哋去到人哋屋企冇嬰兒防護措施，不得了啦！啲細路仔就毫無顧忌，掂到乜嘢就夠膽攞乜嘢。上帝教導我哋去愛，但係亦都俾咗人自由嘅。再問一次，有幾多位父母在場？好啦，同上次問嘅結果一樣。你哋決定要細路仔嘅時候，有邊個以為細路仔第日一定會100%聽話嘅呢？但係你哋仲係要咗細路啊嘛？有邊個係明知細路仔將來可能叛逆唔聽話，仍然肯冒險嘅？點解呢？甘願冒險喎，因為冇自由嘅愛就唔係真正嘅愛。如果上帝強迫亞當同夏娃順服，就唔係真愛啦。
因為咁樣人冇自由作出選擇。人有陣時需要由自我選擇嘅後果中吸取教訓，可怕嘅罪嘅一課結束之後，人類將得救並住入新天新地，永恆中再唔會出現罪嘅影子，因為上帝已經顯明佢嘅愛同救恩。我有一啲家人同朋友同我嘅信仰唔同，佢哋有各種各樣嘅唔同派別或者宗教背景，但係佢哋都係好人，喺各自嘅教會都好活躍，亦都非常愛上帝。係唔係只有我哋自己教會嘅教友先可以入天國呢？呢個教會吸引我嘅原因之一呢，就係當我啱啱接受基督嘅時候，曾經去過好多教會。從我個人嘅體驗嚟講，相信仍然有好多被聖靈充滿嘅敬虔可愛嘅基督徒，仍然喺好多唔同嘅教會當中。阿門！你哋相唔相信？我諗當我哋去到天國，會睇到好多嚟自唔同嘅基督教派嘅人，佢哋一生行喺上帝俾佢哋嘅光照之下。我選擇呢一個教會，只因為別無選擇。我確信呢個就係最接近聖經教訓嘅教會，並唔係指人，而係指所講嘅教義。由聖經角度，呢度係最接近聖經嘅，最接近基督同佢嘅道。絕對唔係偏見，只要有更加接近上帝嘅教會，我一定會去，唔使考慮家庭關係，唔使考慮遺傳，或者對團隊嘅忠誠，淨係睇聖經嘅真道。有好多好人喺唔同嘅教會嘅，但係當耶穌再嚟嘅時候，好多其他圈中佢嘅羊都會出嚟同真道企埋一齊，最終淨係得一個羊圈，一個牧人。佢哋係守上帝誡命嘅，仲有耶穌嘅信心。好啦，下一個。我發現丹尼呢，佢將紙仔攞得越嚟越遠啦。我有好好嘅借口嘅，非常之重要嘅理由啊！唔使幾年你就要坐喺地下。我條頸呢，係我要戴眼鏡呢。不過戴眼鏡呢又好傷我自尊，我寧願咁樣。下一個生日多謝。我下一個生日就嚟到啦，馬上就係老年公民咯。有陣時我會覺得自己已經係一個老年人嚟噶啦。你即刻可以攞到老年折扣卡噶啦。冇錯，冇錯。我嘅夢想其實係我去申領老年卡嘅折扣，佢哋唔肯俾我，因為我太後生啦。好啦，聖經提到巨人，我想知道佢哋喺邊度嚟嘅呢？係天使嘛？我係講惡天使同世上嘅女人結合生出嚟嘅巨人嘛？呢種問題我從來冇聽過。你會驚訝好多人真係相信。有邊個聽過嘅舉下手？好嘅，創世紀6章1節。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兒的時候，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120年。那時候有巨人在地上，後來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多人讀到呢度呢，上帝嘅兒子看見人嘅女子美貌，諗佢哋係邊個呢？於是估肯定係墮落嘅天使啦，同人結合，然後生細路仔，後代就係呢啲巨人。亦都有教會講話呢啲上帝嘅兒子係外星人，同人結合生仔。各位朋友，嗰啲都係神話故事，仔細讀經好容易發現上帝嘅仔嘅身份。犯罪墮落之後，亞當同夏娃生咗2個仔，該隱同亞伯。該隱殺亞伯，上帝賜俾佢哋另外一個仔賽特，按照亞當嘅形象，賽特敬拜真神上帝。該隱背離上帝，逃離上帝嘅面。該隱嘅後代被稱為人嘅孩子，佢哋嘅世界，佢哋嘅財富喺呢個世界。賽特嘅兒子亦即係上帝嘅孩子。上帝嘅兒子，約翰1書3章1節，你睇下父賜俾我哋係何等嘅慈愛，使我們得稱為上帝的兒女。以賽亞提到得救嘅人就係上帝嘅兒女。簡單咁講，只要同世俗分開，上帝嘅兒子就係敬虔嘅。但係睇到該隱嘅女兒美貌之後，上帝嘅兒子就同不能共負一軛的人的女兒該隱嘅女兒結合，從此地上就充滿咗罪惡啦。最終上帝話：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裏面，並除滅世界。聯因使佢哋冇咗敬虔，同外星人或者墮落嘅天使無關。
耶穌講得好清楚，天使根本唔結婚，只有人先咁傻嘅啫。總有各種千奇百怪嘅教義。你可能仲會問，咁點解有巨人呢？基因學有項基本原則叫做選擇性繁殖，往往通過活力嘅基因，新一代嘅物種會更加強大，甚至更加健碩嘅。都有邊個係認識同呢種研究或者係工作有關嘅人啊？如果我父母學過呢種課就好啦。我生得唔夠高，你點解笑嘅？事實上我比丹尼高好多，只不過我濃縮咗。如果約翰唔介意嘅，我想用佢做例子。洛馬初牧師嘅媽媽係菲律賓人，父親係非裔嘅美國人。佢媽媽淨係得1.5米嘅咋，但係生咗個巨人，選擇性繁殖啊！最後一個問題，基督徒喺政治中應該擔任咩角色呢？點樣平衡信仰同政治呢？要謹慎啊！作為基督徒，你嘅首要身份並唔係任何世上黨派嘅代表，而係代表天上嘅國度。所以喺立場上要先忠於基督之國嘅大使嘅稱呼。某啲國家嘅公民呢，有參與政治選舉嘅自由，基督徒應該唔好太熱衷於選舉，而忘記咗自己天國嘅身份。有啲基督徒對政治呢係極其熱情嘅，就好似係佢自己屋企嘅事咁樣。不過對關乎支持基督嘅法則嘅投票呢，如果你保持沉默嘅，二人唔出聲，就剩低惡者嘅聲音啦，唔係咩？所以有陣時亦都要積極參與，但係要盡量保持平衡，因為政事呢係變幻無常嘅，黨派痕跡太鮮明，就冇辦法接近其他黨派嘅人。再次歡迎大家。如果你啱啱打開電視機，呢度係親近上帝奮興會系列講座。今晚要分享嘅，我相信係全部福音嘅軸心。十字架，整個救贖計劃呢，都係圍繞十字架展開嘅，一切都以十字架為中心。保羅話：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呢個正符合我哋今晚嘅主題。單單仰望基督並佢嘅十字架，我哋全部係俾佢吸引嚟親近上帝。上帝點樣應許？只要我哋親近上帝，佢可能或者他必親近我們。收睇節目或者嚟現場，呢啲都係親近上帝嘅行為嚟嘅。佢亦都一定會兌現佢嘅應許，祝福你。請同我一齊，亦都為我禱告啦。等我哋再次專注於聖經。親愛嘅主，請藉住今次系列嘅講座，唔單止奮興我哋，亦都修補我哋破碎嘅靈。我哋都係被打碎嘅。耶穌唔單止可以修補黏合支離破碎嘅我哋，更加可以重造新嘅心。祈求主，當我哋仰望耶穌，仰望十字架，可以因為見他嘅榮耀而變化更新。當我講課嘅時，請幫我倒空自己，願大家睇到嘅、聽到嘅唯有基督。奉主嘅名禱告，阿門。為咗幫助大家更好咁理解奮興同福音，我哋一直喺度以唔同嘅聖經故事為橋樑，喺聖經嘅新舊兩約來回穿梭。今晚我哋要學習新約。呢個故事淨係得路加福音有記載。關於基督同釘十字架嘅強盜分別喺右邊同左邊，其中一個強盜呼求救恩。開始之前，先睇一節經文啦。加拉太書2章20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係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我已經同基督同釘十字架啦。我哋幾乎唔敢以呢句說話嚟宣傳基督教，因為太過可怕啦，完全係個負面嘅推銷廣告嚟跟從耶穌釘十字架呢，可能亦都係因為咁，甚至有啲教會想去調整或者係改變福音嘅信息。
話嚟跟從耶穌你會健康、富有同聰明。但呢個並非係真正嚟自基督嘅教訓。基督話，只要你放棄生命，同我同釘十字架，就可以重生，獲得新生命。但你要信我，而且必須捨己，孭起你嘅十字架來跟從我，那時你就得着生命了。我記得聽過一件事，1973年，帕特里斯托瓦喺多米尼加共和國，通過國家電視台，甘願當眾被釘十字架，計劃要喺十字架上面停留48小時。大家用3條6英尺長嘅長釘將佢釘咗十字架。據說咁樣做呢，係為咗全人類嘅統一。我唔知道兩者有咩聯繫呢？18個小時之後，傷口感染導致劇痛，佢冇辦法繼續忍受，被放咗落嚟。我去過菲律賓，嗰度每年喺復活節都會有種特殊嘅儀式，有個人扮演基督，重現佢受難嘅經過。有陣時會喺街上邊遊行，仲要被鞭打。其實有啲島嶼嘅政府官方非常反對呢個儀式嘅，佢哋真係被釘喺十字架上邊啊，自願嘅噃。呢個係耶穌要我哋去做嘅咩？唔係。為咗更好咁理解同基督同釘十字架嘅含義，最好先睇下聖經當中同基督同釘十字架嘅真實案例。請同我一齊打開路加福音第23章，我哋由32節開始。路加福音23章32節，呢度喺度講述耶穌為咗你同我被釘喺十字架上面嘅經過。又有2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來處死，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骷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2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幾乎就係平鋪直敘。顯然呢個喺羅馬帝國統治時期係好常見嘅情形。路加只需要直接記述事件發生嘅過程，嗰個時代嘅讀者全部都可以明白，因為十字架係羅馬帝國好常用嘅刑具嚟嘅。呢度只不過係按照事實直接咁記錄落嚟。佢哋釘咗耶穌，釘喺2個強盜嘅中間。歷代願望描述耶穌被釘喺正中間，係祭司同啲官長嘅刻意安排。先知以賽亞亦都曾經咁樣預言，他也被列在罪犯中間。要幫今日呢個課起一個題目，就叫做十字架上嘅應許。因為2個強盜中嘅一個喺十字架上得到咗永生嘅應許，佢必須緊握呢個應許，只仰賴呢位被釘喺2個強盜中間嘅救主基督嘅承諾。要知道釘十字架嗰個場景並唔浪漫嘅，唔知道天使會點諗呢？十字架本來係一件拷問同殺死犯人嘅刑具嚟嘅。你可以想象將行刑用嘅電椅作為教會嘅標誌嘛？或者注射死亡嘅毒針。諗到十字架一啲都唔浪漫，好簡單嘅符號，睇到十字架就諗到死亡，從來都冇經文教導叫人帶起個十字架或者係畫幅十字架，而係要孭起十字架。十字架嘅主旨在於甘心捨己，十字架嘅主旨在於如此愛世人嘅上帝捨下他的獨生子，而聖子亦都獻出咗自己。耶穌話：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為你我得救，而甘願承受離開天父的痛苦。十字架係兵丁咒詛同抽籤嘅地方，充斥住譏諷，充斥住血腥、血淋淋嘅場面，令人慘不忍睹。佢係醜陋嘅，因為十字架係同上帝分離嘅畫面，係罪嘅畫面。耶穌喺度承受所有世人嘅罪。有乜可能係美好嘅場景呢？仰望十字架就會明白，基督其實係代替我哋而俾人釘喺嗰度嘅。注意嗰日預備咗3個十字架嘅原因，因為佢哋啱好決定要喺嗰一日執行死刑。可能祭司亦都知道，羅馬人之前啱好捉咗3個反叛嘅強盜。
首領係巴拉巴。大家做好咗3個十字架，計劃要喺嗰一日行刑嘅。比拉多並唔願意殺耶穌，好可能當巴拉巴企喺嗰度，比拉多心入邊攞佢同基督對比。巴拉巴嘅2個同伙亦都在場，眾人聽到比拉多話：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你們要我釋放誰？按常例可以放一個，你們要放誰？放不放耶穌？被稱為基督的耶穌？比拉多以為眾人會話，當然唔可以釘彌賽亞啦，唔通放咗巴拉巴，嗰個心腸冷酷嘅囚徒、殺人犯、強盜啊！但係喺宗教領袖同撒旦嘅影響之下，大家就嗌啦，放咗巴拉巴，釘死耶穌。仔細諗下呢一度，耶穌並唔係死喺自己嘅十字架，佢只係替罪嘅羔羊。邊個代替咗佢嘅位置？係巴拉巴，但係更加係代替你同我。佢死喺我嘅十字架上邊，你我就係巴拉巴。耶穌被釘喺2個強盜中間，佢哋係罪有應得。經入邊提到叛亂、暴動、搶劫同謀殺，你同我就好似嗰2個強盜。耶穌被釘喺2人中間，一個喺右邊，一個喺左邊。雖然經上面冇講，但我仲係願意推測，得救嘅嗰個係喺右邊，因為耶穌話綿羊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我冇辦法證明，你亦都冇辦法證明我講得唔啱。正如嗰啲強盜，我哋都犯咗叛國之罪，仲有謀殺，唔單止係話殺咗基督啊！耶穌話凡無故與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而強盜，我甚至都唔想傾啦。上帝如何稱呼不忠嘅僕人啊？為強盜。上帝賜給你才幹、能力、時間，我哋就好似浪子咁樣揮霍。2個強盜預表咗所有嘅人，一種得救，一種失喪。佢哋全部都完全冇辦法自己救自己。仔細睇下呢度嘅對比，都犯咗背叛、謀殺同搶劫之罪，都完全無力自己救自己，都全然無助咁被赤身釘喺十字架上。其實都仲有一個機會得救嘅，因為佢哋都緊緊挨住耶穌，耶穌離佢哋2個都非常之近。但係有一個人會入天國，另外一個就唔會啦。每一位現場觀眾或者場外觀眾，你哋都只可以選擇並成為其中嘅一個。先翻到嚟我哋嘅故事，於是耶穌被釘喺2個強盜中間，佢被釘喺本屬於人哋嘅十字架上，而令對方得自由。佢同巴拉巴交換咗位置，翻到去路加福音23章呢度經入邊話第35節對唔住係34節，耶穌為釘他十字架的人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當耶穌咁樣禱告嘅時候，2個強盜就喺旁邊。羅馬兵丁將人釘到十字架上面嘅時候，好可能對拼命掙扎、用最惡毒嘅髒話咒罵嘅場面司空見慣，因為犯人被釘十字架嘅時候非常痛苦。但係奇怪嘅係，耶穌就甘願配合，冇任何嘅反抗，就好似以撒被亞伯拉罕獻喺祭壇上邊咁樣。唔單止係咁啊，佢甚至仲為惡待佢嘅人禱告，為嗰啲折磨佢嘅人，恐怕佢哋唔會用消過毒嘅不鏽鋼嘅釘。父啊，赦免佢哋。就算強盜自己都喺劇痛中聽到呢一句，亦都可以感受到特殊嘅震撼。基督徒嘅試驗之一就係可唔可以去愛自己嘅敵人。好多人自稱基督徒，但係連自己嘅愛人都唔愛。注意聖經係咁樣講嘅，當愛你嘅鄰居，也愛你的仇敵。有人提出嚟話，正係鄰居經常會反目成仇，但係主話愛鄰舍係指喺你身邊嘅弟兄，即使佢係你嘅敵人呢。兵丁就抽籤分佢嘅衣服，百姓站在那裏觀看，官府也嗤笑他，說
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上帝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吧。兩個強盜一直喺度聽，佢哋聽到咗嘲笑，亦都睇到耶穌嘅頭上比拉多預備嘅嗰一塊牌。往往係最殘暴嘅犯人被釘十字架嘅時候，先會插咁樣嘅牌。但係牌上面並冇寫呢個人係殺人犯，呢個係叛國賊，呢個係汪洋大盜等等。基督嘅頭上面寫住拿撒勒人耶穌，猶太人的王。咁樣就令到宗教領袖非常不安啊，強烈要求比拉多修改個牌嘅內容。但呢個正係耶穌被攻擊嘅理由啊！佢話佢自稱猶太人嘅王，最終比拉多回應佢話：我寫嘅就寫了。阿門。呢度第39節繼續講，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誚他，用褻瀆嘅口氣話：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其實啱釘十字架嘅時候，兩個強盜都喺度嘲諷佢，你知唔知啊？耶穌喺十字架上面7個小時，好有意義嘅數字。活住6個小時，死後安息1小時，喺十字架上面一共7個小時，由上晝9點到晏晝3點，計下啦，直到佢氣就斷了。約瑟用咗1個鐘頭去見比拉多，求耶穌嘅身體。6個鐘頭喺十字架上面嘅痛苦結束喺世上嘅救贖之功後，休息1個鐘頭。佢啱被釘十字架嘅時候，馬太描寫到2個同釘嘅強盜都加入咗嘲笑嘅隊伍，既嘲笑佢，又求佢注意。強盜話：如果你真係基督，救下我哋啦！但係佢哋話如果。帶住如果，我哋冇辦法得救嘅。一位父親嚟求耶穌，佢話：主啊，你如果可以做乜嘢，請救下我個仔啦！耶穌即刻指出重點所在，佢話：你若能信，凡事都能。唔好話如果。耶穌之所以可以喺曠野中識別出冒牌嘅使者，撒旦試探主，對佢講：你如果係上帝嘅兒子，就吩咐呢啲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即刻明白啦。真天使唔會講如果，佢哋因信而生。當人嚟到基督面前，經入邊話，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上帝，且信他賞賜那恩賜，尋求他的人親近上帝，他必會親近你。要殷切咁尋求，唔可以講如果。每個人都有問號，比拉多亦都問真理係乜嘢。我哋必須戰勝心中嘅疑惑，必須信基督就係救主。係啦，有陣時往往咧，人嘅盡頭正係由上帝開始嘅。之後耶穌話：對唔住，係一個強盜講嘅。如果你是基督，救自己和我們吧。另一個就應聲責備佢。我忍唔住又會諗啦，嗰日喺十字架嘅周圍，呢2個強盜開始呢一場對話嘅時候，人群可能慢慢安靜落嚟啦。其實我哋並唔確定係咪所有嘅使徒都聽見晒，其他福音書都冇提呢一段，淨係得路加福音。可能路加去見咗瑪利亞，而瑪利亞當時就喺十字架前，所有人都靜咗落嚟。經入邊話，使徒都企到遠一遠。呢個強盜以責備回應自己嘅同伴，顯然口氣中亦都有一絲嘲諷。佢話：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上帝嗎？嗰一刻佢都唔使再驚任何人，冇咩人可以傷害到佢乜嘢啦。同基督同釘十字架係一種自由同釋放，因為咁就意味住令到自我死去，以後都唔使擔心人哋點睇你啦，淨係關注上帝點睇你。阿門。佢冇問你唔怕人群咩，而係你唔怕上帝咩？人都要企喺上帝面前，先知話：當預備迎見你的上帝。這個強盜好快就要企到上帝面前，佢話：你還不怕上帝嗎？你仲唔敬畏上帝？我哋2個被釘在這裏，完全係死有餘辜。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注意呢度係乜嘢意思啊？佢係喺度認罪，佢係喺度悔改。
往往我曾經聽講，俄羅斯沙皇有一日去探訪一間監獄，啲犯人好清楚沙皇有權特赦任何嘅囚徒。當沙皇着住高貴嘅黃袍由男囚徒嘅囚室門前緩緩行過，所有嘅人都走到鐵欄杆前面大聲嗌：沙皇陛下，我係無辜嘅，唔應該被困喺呢度，我係俾人錯捉翻嚟噶。都為自己辯護。沙皇由喧嘩嘅犯人當中走過，發現有一個人靜靜地坐喺牆角。佢對獄卒講，去將嗰個人帶嚟。獄卒將坐喺牆角嘅人帶過嚟。沙皇問：你點解會喺呢度？佢話：我偷咗匹馬。沙皇對獄卒講：放咗呢個人，唔可以俾呢個人影響咁多無罪嘅好人。我哋經常話呢件事對我唔公平，我係無辜嘅。如果認識唔到自己嘅罪並悔改，上帝就冇辦法動工。呢個強盜，大家注意啦，佢經歷咗成個悔改嘅過程，因我哋所受嘅同我哋所作嘅相稱。聖經係唔係教導每個人最終都要按各人所行嘅受到報應啊？我經常收到朋友嘅問候。佢哋問道家呢排幾好啊嘛？我話好啊，好過我應得嘅。我真係唔想得到應得嘅，我淨係想要恩典，絕對唔係應得嘅報應。你呢？兩個選擇，按自己嘅行為自食其果，或者係按主嘅付出得到獎賞。我希望按照基督嘅犧牲得到賞賜，唔係我嘅。只有兩個選擇，兩個強盜，一個喺右邊，一個喺左邊。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比拉多話：我查唔出佢有乜嘢罪。強盜聽過基督嘅傳道生涯，每一個人喺希律嘅皇宮，直到最貧窮嘅乞丐，都聽講過耶穌嘅生平。當然佢都唔例外。歷代願望入邊話，佢一度被吸引，幾乎接受基督，但被惡友影響離開咗，反而更加深咁陷入咗罪惡。一定要慎重擇友啊，因為你往往同佢哋嘅結局相似。我爸爸成日都話，同狗瞓埋一齊會生虱乸，一定要小心周圍都係啲點樣嘅人。佢轉向耶穌：主啊，你得國降臨時，求你紀念我。好簡單嘅禱告，以主啊開頭，結束時講到你嘅國。有冇聯想到主禱文啊？嗰日喺十字架前嘅每一個人都喺度嘲笑緊耶穌，但係聽到呢個強盜望住耶穌嗌主啊，咁係點樣嘅信心啊？而家我哋繼續向後邊睇，我嚟讀下。耶穌即刻回答佢：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我要特別解釋下，有人讀到呢度，因為逗號嘅位置聽起嚟好似係話，就喺嗰日強盜就要同耶穌同在樂園裏啦，根本就唔係呢個意思。呢個係一個翻譯失誤嘅例子，唔係聖經，而係雅各王版嘅錯誤。原文聖經冇標點，翻譯喺呢度錯誤咁加咗個逗號。我咁樣講係根據約翰福音20章，當瑪利亞要抱住耶穌嘅腳嘅時候，主話：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經入邊話父在天上。既然基督星期五嘅下晝都仲未去天上嘅樂園，又點可能令到強盜同佢當日一齊喺樂園呢？係咪？經入邊話基督3日後復活，強盜喺太陽落山之前被打斷咗腳，但並唔確定安息日前佢哋係咪已經死咗啦。有人建咗一套神學理論，話人死後馬上就去天國。根據呢節經文根本就冇呢個意思，加多咗個逗號，意思係變晒啦。我知道在座或者好多場外嘅觀眾可能冇太注意，我用個小故事嚟解釋一下。咁就要翻到去發電報坐輪船嘅時代啦。有個商人嘅妻子去巴黎度假，去咗大概1個月。佢不時咁打個電報俾丈夫。有一日行街見到一件好靚嘅貂皮大衣或者狐狸皮呢，於是佢我爭幾乎講話發電子郵件。
佢發電報俾老公，通常電報咧係按字數收費嘅。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嘅西聯啊？每封信都按照實際嘅長度計價收費。佢發電報話想買一件貂皮大衣，1000蚊。丈夫呢，收到電報之後，好快就回覆啦，不太貴。個妻子係好開心啦，買咗件大衣翻嚟。翻屋企嗰日呢，商人見到啱啱落船嘅妻子着住嗰一件大衣，擁抱之後，丈夫就問啦：你點解買呢件大衣啊？冇收到電報嘅咩？係啊，我收到啊，你嘅電報話不太貴啊嘛。多謝你啊，老公，你真係好啦。丈夫話：我係話唔好啊，太貴啊。爭咗個逗號，意思全部變晒。咁呢節經文係咩意思呢？仔細回想下啦。強盜對耶穌話：主啊，求你得國降臨的時候紀念我。嗰日十字架周圍再冇一個人望住耶穌嗌主啊。耶穌當時係點樣嘅裝束啊？係戴住尊貴嘅皇冠咩？佢淨係戴住荊棘嘅冠冕。佢嘅背上係道道鞭痕，幾乎係赤身咁被懸喺空中顫抖住。要稱呼咁樣嘅人主啊，仲要懇切咁求佢允許你去佢嘅國。咁樣真係需要信心啊！當耶穌睇到奄奄一息嘅強盜有如此難以置信嘅信心，佢轉身就回答佢啦：今日我就話俾你聽，明白未啊？今日我就話俾你聽，因為今日你講嘅呢幾句說話冇其他人講，因為今日我睇落並唔似個王，並唔似個主，並唔似已經得國嘅我。今日我就答應你，只要你信我嘅應許，你將來就會同我喺樂園入邊，明白未啊？今日我就實在咁告訴你，而家就告訴你，你將會同我同在樂園，而唔係即刻翻去天國。耶穌自己嗰日都未翻去，就好似前面讀過嘅嗰節經文非常清楚。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仔細回想呢一個強盜，佢經歷咗得救恩嘅全過程。佢見到耶穌作為無罪嘅羔羊被舉起，就信啦。獲得救恩嘅第一步係乜嘢？因信仰望救主。以賽亞見到咗主，咁係佢徹底改變嘅開始。基督話：我被舉起嚟吸引萬人。保羅何時開始徹底歸主呢？佢見到咗主。撒該從何時開始徹底歸主呢？佢見到咗主。彼得係如何悔改嘅呢？佢見到咗主。當你見到主嘅良善，上帝嘅良善，就認識到自己嘅污穢，咁係悔改嘅開始。強盜悔改啦，而且公開咁認罪喺十字架上邊，然後求主嘅憐憫，請記得我，請赦免我。佢公開為主作見證，唔理十字架前眾人嘅嘲笑同埋愚弄，唔理當時成為信徒幾咁孤單，被人嘲笑嗰陣，你願意為基督挺身而出嗎？佢同基督同釘十字架，決然咁孭起十字架跟從基督，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佢點解嗰一日會有如此嘅信啊？佢點會有如此大嘅信呢？只係因為絕望嘅盲目咩？係因為確切嘅證據。佢聽到彼拉多話：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來。佢聽到耶穌話：父啊，請你赦免他們。佢睇到咗主頭上邊嘅牌，這是猶太人的王。佢見證嘅所有嘢都係證據，甚至可能十字架前亦都有人喺度議論主嘅奇妙嘅作為。信心喺佢入邊滋長，聖靈喺度感動佢，佢認出咗被釘喺自己旁邊嘅嗰一位，正係救恩嘅活水源頭。佢係點樣做嘅？以信心為橋梁。嗰一刻，耶穌唔可以伸手去掂佢。佢亦都唔可以摸到耶穌，但係藉住禱告同祈求，注意，就算佢哋嘅手冇辦法握埋一齊，即使佢哋因為囚禁而被分隔，一人求，另一位答應，如何得救？藉住應許，你藉住禱告親近主，去求佢，佢會帶住應許親近你。你要接受佢嘅應許，並以信心握住應許。如果想得永生，就要每日孭起你嘅十字架嚟跟從我，甘願捨己。咁樣並唔容易嘅，每個人要孭嘅十字架都唔相同。
有一次，我去路邊嘅10蚊店，想買件好酷嘅衫，見到一個人正試着一件肥大嘅基督徒嘅 T 恤，顯然係基督徒 T 恤。我總係喺度尋找機會去同人哋談論上帝。就連賓館執房嘅服務員，我都會問你幾好啊嘛？佢話感謝主，我即刻追問你係咪基督徒啊？係啊，我話我有張 DVD 啊，俾咗佢張末時大事記，所以我嘅搜索雷達一直都開住嘅，隨時準備尋找可能仲未認識真理嘅信徒。我好中意同人哋分享信仰。嗰個人買咗一件 T 恤，我問你係咪基督徒啊？係啊。係件基督徒嘅 T 恤，佢同我講起咗呢一排佢喺呢度做乜嘢，佢孭住十字架去全國各地幫基督作見證，呢個係個好激進活躍嘅基督徒，經歷都幾有意思嘅。佢話我做咗成幾年㗎啦，孭住十字架去國內唔同嘅城市幫基督作見證，發送信仰單張。啱開始咁樣做嘅時候，感覺特別有意義，就係想好似基督咁樣，我做咗個木頭嘅十字架，拖住佢行喺街上邊，引起好多人關注。不過有個麻煩，就係拖住佢行喺路上，十字架嘅底部磨損好嚴重，最後變得越嚟越短。於是我就做咗個碌，喺十字架下邊安咗個校正輪，咁樣減少摩擦。然後慢慢我個膊頭上邊就開始起剪啦，仲不時會吉到刺添。於是我加咗後墊。又過咗一排，我諗可以做一個鋁製嘅十字架。宣傳嘅效果係一樣嘅，但係重量輕好多，鋁又唔係好重。我開始浮想聯翩啦。咁正好似有啲願意跟從耶穌嘅基督徒。主啊，我願意孭起十字架來跟從你，不過可唔可以加個轆啊？加個電肩換成係鋁製嘅？你冇可能舒舒服服咁孭住十字架噶噃。有人孭住十字架仍然好開心，根本唔得閒去諗如何減輕痛苦同重負。保羅嘅十字架係一條刺，佢求主令呢條刺離開佢。主話：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有啲十字架係喺主叫你去作工嘅地方，嗰度可能充滿咗各式嘅試探。有啲十字架係喺屋企，因為我哋接受咗耶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十字架。世界上某啲地方仍然有人為信仰而犧牲。有一個牧師同一位基督徒朋友傾偈，佢哋啱啱建咗個新教會，牧師企喺草坪上邊指住十字架話啦，上邊嗰個十字架使咗整整$10,000啊！朋友講笑就話啦，你上當啦，你唔知咩？以前基督徒係免費領嘅。冇錯啊，以前基督徒接受基督就要隨時準備為佢犧牲。你究竟有幾愛耶穌啊？有冇愛到唔單止寧願為佢而死，亦都願意為佢放棄自我？有人話我愛耶穌，我願意為佢死，但係有啲時候為基督死反而比為基督活着更加容易。我有時自己喺度諗，有時會諗㗎，主啊，跟從你實在太難啦！如果突然間為信仰嘅緣故冇咗條命，反而更加輕鬆。我經常會胡思亂想，如果邊日有人用槍指住我，喂，你要放棄對耶穌嘅信仰，如果唔係我就殺咗你。我心諗咁樣真係痛快啊！但係主話，道家，我冇打算要你而家去為我去死，我係想你為我生存，要每日捨己，孭起你嘅十字架。銅釘十字架唔單止係指釘，仲要孭住十字架向前行。每個基督徒都要經歷一場旅程。孭起十字架，跟住基督走，呢個先至係同佢同釘十字架嘅意義。嗰兩個強盜預表咗所有嘅人，每個人都想得救，但係有啲人唔信。我哋全部都係罪人，只有釘咗十字架嘅教會，先至可以向世界代表被釘十字架嘅主。凡係取咗基督之名嘅人，唔可以三心兩意，都要孭起十字架。甘心情願咁捨己，
十字架最基本嘅功能就係幫助我哋認識到罪如何關乎生死嘅。罪係必死嘅毒藥。如果可以返到過去，親眼見到十字架嘅嗰一幕情景，親眼睇到耶穌為我哋所承受嘅一切嘅痛苦，由客西馬尼園直到佢講成了嘅嗰一刻，並且明白佢所經歷嘅一切都係替代咗我哋嘅位置，嗰啲係我哋當受嘅。如果可以明白我哋每一次對罪嘅少少縱容當受嘅係乜嘢，恐怕就更加容易捨己啦。每一次犯罪都喺主身上加咗一道傷痕，罪無小罪無可推諉。真係想成為基督徒就要理解，求上帝賜俾我哋得勝嘅人生，真正嘅含義就係要甘願捨己，孭起十字架嚟跟從佢。注意經上邊係話要天天捨己。保羅話我是天天冒死，向住自我死。感謝上帝，你唔會長眠不醒，向住自我死就可以重生。救人救我嘅死去就係屬肉體嘅自私死去。唔理你信唔信，當你可以坦然宣告我不再為自己而活嘅時候，咁就係真正嘅自由啦。當我同基督同行，我真係想宣布，我時時都喺度日日冒死，但係唔得。只有完全被主嘅恩典充滿，我先至可以完全捨己，並同基督同釘十字架。唯有靠住恩典先至可以做到。經入邊話死亡使人脫離罪而得咗自由，羅馬書6章。邊個見過葬禮上邊嘅死者因為要被火化覺得受咗冒犯而抱怨，坐起身話邊個夠膽燒我咁？死人乜嘢都唔會計較嘅，亦都唔會覺得受到冒犯。我不時聽講有啲不良嘅送葬者偷盜死者身上面嘅珠寶，死人從來都唔會投訴。當主希望人樂於奉獻，人應該話呢啲係你嘅錢，我係死嘅，就會容易好多啦。當我哋為自己而活，到處都係爭戰。同大家分享一段描述啦。好多人都讀過呢一段文字，我仲係想帶大家重回十字架前嘅嗰一幕。那無瑕無疵的上帝的兒子掛在十字架上，因受鞭打而遍體鱗傷。那常伸出嚟為人祝福的雙手被釘在木頭上，他那雙為施愛於人而不願奔走的腳被長釘子釘在木頭上。君王的額角被荊棘作的冠冕所刺傷，發顫的嘴唇發着悲哀的喊聲。他所受的一切，從他的頭、手、腳上所滴下的血點，他那全身抽搐的痛苦，以及那因天父向他掩面而使他心中充滿的說不出的悲慘，都在向每一個人說明，上帝的兒子願意背負罪惡的重擔，乃是為你。他攻破咗死亡的關材，為你，他敞開了樂園的門戶，那曾平息怒濤，並在澎湃的巨浪上行走，使鬼魔戰驚，病魔逃匿，使瞎子重見光明，死人起死回生的主，如今竟將自己獻在十字架上作為贖罪祭。這一切都是因愛你而作的。如果可以返到嗰陣睇下佢所承受嘅全部係為你承受嘅。有陣時我哋忘記咗點解話耶穌為世人嘅罪而死，忘記咗呢句說話嘅真實意義。佢為我而死，佢為我嘅罪而死，唔係泛泛而談。就算淨係為嗰一個強盜，佢都願意犧牲。即使淨係為你一個人，佢都甘願。係咪好奇妙呢？呢周我一直喺度強調上帝使用卑微嘅人。當主被釘喺十字架上，係邊個呼喚佢為主啊？唔係彼得、雅各或者係約翰，佢哋畏縮住呢度圓一圓。約翰最後陪瑪利亞行近咗少少，但係始終都唔敢開口。係一個強盜啊！呢個真係最值得令我哋振臂高呼阿門。宗教領袖將耶穌釘上十字架，藉口之一就係佢自稱有赦罪嘅權柄。佢哋對付耶穌嘅最後一招就係釘十字架啦，但係冇辦法阻擋救主施行拯救。就算佢自己正經歷住巨大嘅痛楚，你我根本冇辦法理解同天父分離嘅痛苦嘅。
佢嚟世上就係為咗尋求同拯救失喪嘅人。十字架上面，佢聽到誠摯咁求告，即刻拋開自己所有嘅痛苦，諗住點樣去救人哋。佢冇話唔好煩我啊，咁冇睇我忙緊嘅咩？救人係佢嘅使命啊！就算佢嘅雙手被釘喺木頭上，撒旦亦都冇辦法阻擋佢救人。現場每個人都聽到佢應許要赦免強盜，並賜之以天國。佢話：你將會與我同在。注意，就算係接受基督後，即刻會得到平安。好多時候，上帝會幫忙扭轉錯誤嘅決定產生嘅惡果。但係我哋唔可以有恃無恐。雖然嗰個強盜聽到耶穌講：今日我就答應你，你將要和我在樂園裏。我喺度諗，當時嘅十字架被黑暗籠罩住，你可以去讀下歷代願望呢一章。黑暗嘅雲層中，一道光芒照亮這肅穆的情景，分明顯示天父已經悅納了耶穌的犧牲。明光穿透黑暗，也照亮了強盜的心。耶穌清晰嘅應許，此刻得到咗證實。啲釘並冇彈出嚟噃，但係佢一定感受到咗平安嘅洪流。接受基督之後，孭起自己嘅十字架，並唔係話所有外在環境會瞬間變化。救恩並唔係要改變你身邊嘅環境，而係要改變你對環境嘅態度。你係要自怨自艾，抑或坦然接受？伴住心靈濃烈嘅平安，我哋更加容易去跟從基督。保羅話：我以軟弱為可喜樂的。強盜並冇即刻被放落嚟，仍要承受十字架嘅痛楚。記得應該係喺1998年。德克薩斯，邊個仲記得呢個名啊？卡拉法耶塔克呢個女仔犯咗殘忍嘅謀殺罪，同佢嘅男友同謀，殘忍咁殺咗人。佢被判死刑，同人哋一樣喺死囚區住咗好長一段時間。佢係吸食毒品之後殺人，不過佢真係非常之明顯咁悔改咗啦。當然，大多數犯人到咗監獄都話悔改，特別係想假釋一定要咁樣講。但係聽到對佢嘅探訪同報道，通過一啲見證，我確信呢個女仔真係悔改咗啦。佢認識咗主，只有上帝洞察人心，但係我有感動相信佢。後嚟有好多群眾為女仔呼籲啦，申請將佢嘅死刑改為無期徒刑，但係冇成功到。我要講嘅呢，並唔係呢一樣。我哋唔係講任何政治觀點。法院重判佢呢一單案嘅時候，陪審團話唔可以因為人認識咗基督就自動改變罪造成嘅後果。所有嘅提議全部被否決。攝像機記錄咗對佢嘅最後一次採訪，佢仍然好平靜。佢話一切都喺上帝手中。最後佢留低嘅最後嘅說話，都係激勵愛心嘅信息，同對家人嘅協議，鼓勵所有人，感謝所有人。佢話唔使擔心我下一個清晰嘅意識就係見到主再來嘅時刻。佢嘅境遇係冇改變嘅。學習十字架上面嘅強盜呢一課非常重要。我仲要使啲時間警告大家有個非常普遍嘅危險嘅錯誤。11:59再悔改，好多人都咁樣諗嘅，喺心入邊話我想要侍奉耶穌，亦都知道聖經係真實嘅，亦都相信救恩嘅計劃，但係而家世界同罪嘅引力太大啦，令我冇辦法抗拒，所以我要預約啊！喺我臨死之前，我會認所有嘅罪，將心全部交俾主。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諗法。我曾經親眼見證過一個人賭博，佢話我臨死前一定會悔改嘅，但係因為某種意外，冇一啲預兆，突然間就撒手人寰啦。或者
有人因為疾病或者係藥物嘅作用，臨終前根本冇意識同能力去悔改。仗住上帝嘅恩典有恃無恐，就係危險咁以永生為賭注。換個角度嚟講，點解淨係將風燭殘年留俾上帝？每耽誤悔改一日，就係多咗一日需要悔改啦，或者係令到悔改之後嘅重生少咗一日。有人問拉比，乜嘢時候係最好嘅悔改嘅時機？拉比話生命嘅最後一日。佢哋話，但係我唔知道邊日係最後一日喎。拉比話冇錯啊。如果今日可以聽到主嘅聲音，千祈不可硬着心。十字架上面強盜嘅故事係個美好嘅見證，因為聖經話俾我哋聽，佢仍然可以單單咁仰望基督，唔理佢已經犯咗點樣嘅滔天之罪，亦都因罪被判咗死刑，但係佢睇到基督被舉起嚟，為咗迫害佢嘅人禱告，其中亦都包括佢自己。見到主頭上猶太人嘅王，可能仲諗起細個嗰陣喺主日學中學到嘅內容。佢細個嗰陣成日去會堂學習，佢諗起咗以賽亞嘅預言，仲有詩篇中佢哋吉咗我嘅手我的腳，他們分我的外衣。聖靈可能仲感動佢，令佢意識到十字架周圍嘅嘲弄，所有眼前嘅呢一切全部都喺經文中描述過㗎喇。佢讀過嘅所有經文，聖靈都可以感動佢諗翻起。佢轉身望住耶穌，再無疑惑，緊緊望住信了，仲未夠。佢悔改咗，佢認咗罪，佢求咗，佢接受咗。我好想知道佢悔改之後喺十字架上面諗緊乜嘢。3個幾鐘頭，從佢接受咗基督開始計起，耶穌親口應承咗會帶佢去樂園入邊。佢喺嗰度喺最肅穆嘅時刻，見到天空變暗。當基督話成了時，有大地震，佢可以感到十字架嘅震動，搖搖擺擺就好似風暴中嘅桅杆。佢感受到咗，佢聽到咗羅馬兵丁喺十字架前話：呢個真係上帝嘅兒子啊！當時呢個強盜仲未死嘅。最後佢見到幾個羅馬兵丁行咗過嚟，手入邊揸住，佢明白佢哋要做乜嘢。有時兵丁需要加速犯人死亡嘅過程，就會用鐵錘或者係鐵棒。犯人喺十字架上邊腳下有個踏板，因為唔向下用力就冇辦法呼吸。士兵要打斷犯人嘅腳，因為唔想令屍體喺十字架上面過安息日。佢哋先去第一個強盜嗰邊，我估係左邊嘅強盜，只係猜測，但係冇人可以證明我唔啱嘅。打斷咗佢對腳，過咗冇幾耐，佢就會窒息而死，因為冇辦法呼吸，呼吸不足最終會導致窒息嘅。然後佢哋檢查耶穌，就發現佢已經停止呼吸，唔需要打斷佢對腳，已經冇氣息啦。為保險起見，兵丁諗住真係要小心啲，唔好令到比拉多揾麻煩啊！佢攞起一支槍，吉入咗耶穌嘅肋旁。約翰記載佢嘅肋旁有2股液體流出，分別係血同水。據說咁係因為當一個人心臟破裂之後，血同埋水會分離嘅。基督就係因為心臟破裂而死嘅，應該係心包膜破裂。有位牧師曾經咁樣講：亞當瞓着之後，上帝打開佢肋旁，取出佢嘅妻子。基督瞓咗，上帝打開佢嘅肋旁，取出咗教會。教會誕生啦。強盜見到呢一切，隨後兵丁嚟到佢身邊，打斷咗佢對腳。我相信呢個係個美好嘅關乎救恩嘅故事。喺十字架上，一切都圍繞住十字架。十字架上，我第一次見到咗光。當你仰望十字架，你會睇到撒旦對權勢嘅貪婪。十字架上可以睇到基督愛嘅大能。
所有嘅呢一切呈現出救恩計劃中最慘痛嘅一幕，清清楚楚。每日至少應該使1個鐘，仔細回想十字架，喺嗰度你會睇到上帝嘅愛嘅。我哋點解要愛佢？喺愛入邊先至會甘願順服。點解愛佢？佢先愛咗我哋。邊度先可以最鮮明咁睇到上帝嘅愛？十字架上邊。十字架並唔代表浪漫，罪亦都一樣。上帝要我哋唔單止知道罪傷佢有幾深，罪亦都會傷你。唔理幾時受到罪嘅試探，唔好去諗短暫嘅歡愉，唔理肉體嘅情慾、眼目嘅情慾，抑或今生嘅驕傲，都要先諗下十字架。因此保羅話：我只知道十字架。佢知道耶穌係為自己死喺十字架，你同我就係主換落嚟嘅巴拉巴。主付嘅贖價並唔係佢自己欠落嚟嘅，佢取咗人嘅軟弱，賜俾我哋佢嘅剛強；佢取咗人嘅罪愆，賜俾我哋佢嘅清白；佢取咗人嘅過犯，賜下佢嘅純潔；佢賜下新嘅心喺十字架上。唯因上帝嘅良善，佢引我哋悔改。見到上帝嘅良善未啊？喺十字架上。聽過一個故事，喺英國。好多年前，警察喺夜晚巡邏，見到一個細路仔坐喺台階上邊，喊得好傷心。佢問細路仔：你做乜嘢啊？個細路話：我蕩失路啊，唔知點返屋企。警察話我聽你屋企嘅住址呢？佢話我唔知噃，6歲嘅細路仔佢唔知。當時仲未有電話，警察就開始問細路仔一啲標誌性建築咧，佢乜嘢都答唔到出嚟。問咗一大輪，呢個傷心嘅細路仔根本集中唔到精力。最後警察問啦：你知唔知中心教堂喺邊度啊？當地有間著名嘅教堂，建築物頂上邊有個巨大嘅十字架。警察問：你識唔識大教堂嗰個十字架？細路仔突然間停止咗抽泣，大聲嗌：我知啊，我知啊！你將我帶到十字架嗰度，我就可以揾到屋企啦。呢個正係我哋揾到返屋企嘅路嘅方法，十字架。主值唔值得我哋信賴？你愛唔愛主？願唔願意今日就將生命交託俾佢？當約翰唱歌嘅時候，請喺心中禱告。願你哋今晚就作出決定。場外嘅觀眾，咁亦都係為你哋，仲有各位聽眾。主喺度呼喚你，呢個係關乎福音嘅最純粹嘅信息。願唔願意舉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從耶穌？會唔會因為愛佢如甘願捨己孭起十字架呢？ My Jesus, I love thee. I know thou art mine. For thee all the folly of sin I resign. My gracious Redeemer, my Savior art thou. If ever I love thee, my Jesus, 'tis now. I love thee because thou hast first loved me and purchased my pardon on Calvary's tree. I love thee for wearing my thorns on thy brow. If ever I love thee, my Jesus,
幾年前我喺菲律賓聽過一個故事，有一個吉普小巴司機，就係當地嘅出租車，因為飲咗酒發生咗車禍，撞死咗成幾個人。佢被判無期，困喺條件好差嘅監獄。我哋探訪過馬尼拉嘅監獄，1萬個犯人。注意，喺嗰度被判無期嘅人生活喺一個大型嘅開放嘅區域，佢哋自己要煮飯做手工，但係四圍都係高牆。再講呢一個司機，佢嘅老婆同細路都非常之需要佢，佢仲有個雙胞胎嘅弟弟係單身嘅。當細佬見到阿嫂同侄仔咁掛住阿哥，就去探望啦。被囚禁嘅阿哥喺監獄入邊，佢話：我仲未成家嘅，但係你嘅家人需要你，我幫你留喺呢一度啦。佢哋換咗探訪嘅徽章，交換咗衫褲。犯咗罪嘅哥哥重獲自由，無辜嘅弟弟代替咗佢。我唔知道呢個調包計有冇被拆穿，關鍵係故事本身。呢個正係耶穌為我哋做嘅。佢話：我願意俾你我應得嘅，我願意承受你應受嘅。你願唔願意接受呢一份救恩嘅禮物呢？喺我哋做結束嘅禱告之前，有個小提議，我希望可以呼召大家，包括每一位觀眾、每一位聽眾。當你得到咗今日嘅信息，有2個選擇，2條路。有人行窄門，孭起十字架跟從耶穌；有人行大道，通向滅亡。有2個強盜。感謝主，嗰日嘅山上面仲有第3個十字架。當嗰個強盜相信咗主，望住耶穌話：主啊，請紀念我。天父亦都喺天上關注住佢。今日嘅問題唔再係2個強盜同一個仔，而家係2個仔。嗰日喺山上邊嘅3個十字架，一個死喺罪中，一個離罪而死，一個為罪犧牲。必須要選擇，你願意死喺罪中嘛？抑或想離罪而死，接受耶穌為你嘅犧牲？呢個係每個人必須嘅選擇。唔好耽誤拖到日後，唔好旨意11點59分再悔改。馬太亨利話：人經常犯嘅最大嘅錯誤就係我以為。佢話聖經中有人臨死前先至悔改，講明人人都有機會得救。但係亦都只有咁樣一個例子，你千祈唔好等到最後啊！如果今日聽到咗主嘅聲音，唔好硬住心唔肯聽。我邀請場外嘅觀眾同場內各位在座嘅觀眾，可能呢度嘅座位唔係好方便行出嚟，但係如果聖靈喺度對你開口，請允許我做一個特別嘅呼召。有人曾經離開咗上帝，想重新親近上帝，再受浸禮或者係第一次受洗，你認識到呢個係聖靈嘅感動，請起立，企喺你嘅位置，話主正喺度對我開口，我想重新開始。亦有啲觀眾唔使擔心旁邊嘅人，上帝喺度呼召你，聽從聖靈嘅聲音。有人從來都冇讚美過上帝，有人從未做過呢個決定，有人可能好似浪子咁樣離家漂泊，聖靈喺度感動你，真正嚴肅咁明白耶穌好快再臨。我哋講嘅係永生，請勇敢咁企起身，唔好理人哋點樣諗，淨係管上帝點樣睇。阿門。我相信呢個正係此刻好多人心中嘅激戰，係你嘅救主同你嘅魔鬼之間嘅戰爭，唔係喺右邊就係喺左邊。基督問你想企喺邊一邊？聽到佢嘅呼召未啊？請企起身。阿門。喺其他地方或者係教會觀看嘅觀眾，如果你都聽到呢種呼召嘅，亦都可以企起身。禱告之前，我要向所有嘅人發出呼召。當你被聖靈感動，甘願捨己，孭起十字架，永遠跟從耶穌。有啲時候喺必要嘅時候，寧願斬斷一隻手，挖走一隻眼。只要你願意跟從耶穌，佢必會幫助你。請大家都起立，我哋一齊嚟禱告。阿門。
嚟禱告啦。慈愛嘅天父，感謝你喺十字架上傳遞嘅信息，就係無論罪有幾重，你都可以拯救到底。即使表面睇嚟求救恩嘅強盜已經無望咁被釘死喺十字架，但當佢喺墳墓中被喚醒嘅時候，你必會賜俾佢你所應許嘅樂園。主啊，我哋亦都想得到你十字架上嘅應許，請赦免我哋嘅罪。我哋都曾背叛，曾搶奪，曾犯咗謀殺你嘅罪行。主啊，請憐憫我哋。當你得國降臨嘅時候，求你紀念我哋，請賜福奮興會嘅聽眾，用聖靈充滿佢哋，請向教會配降你嘅靈，願此刻唔係結束，而係你百姓中新生命、新活力嘅開始。奉耶穌嘅名祈求，阿門。